掌声欢迎国宝杨丽花。她是台湾电视歌仔戏的传奇，更是台湾电视歌仔戏历史的开端。黑白画面记录着那一年歌仔戏有多风光，布幕上斗大的字样“台视歌仔戏团破天荒全台公演”。在全省各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台视开台第1年推出第一部电视歌仔戏《雷峰塔》，家贫如潮。1966年起，更在每周4午间增开时段，开放给剧团试演做评比。当年天马歌剧团却凭中选，团员中仍带着几分稚嫩和青涩，就是杨丽花。她见证了歌仔戏随着电视生态一路演进，从黑白到彩色画面，从直播现场到录影演出。现场哦，足紧张的，较是紧张，因为迄个台词拢爱背，尤其吼无演示，你若讲唔对。要是身段做了无真水，也袂晓搁定来。不光是歌仔戏，布袋戏和国剧也一起走进四四方方的盒子里，开启电视时代。所有们的龙魂将、孙杨将如今无人之境。1970年，布袋戏大师黄俊雄首创电视布袋戏《云州大儒侠》。为了让戏友更上相，黄俊雄还特地将尺寸加大，强调眼部神气，成功塑造出行侠仗义的史艳文以及反派大魔头藏镜人。2大明星戏友风靡至今已有半世纪。佮加上特技啦、剪接啦，种种的这音响效果来吼，都是会继续趣味。云州大儒侠曾缔造97%的惊人收视率，至今无人能敌。每到中午，学生翘课，街道没车，连最后被下令禁播的理由都是影响农工作息。1974年6月，史艳文黯然谢幕，潇洒转身。同时期的歌仔戏却准备走向国际。1976年，由杨丽花领军前往新加坡公演，轰动新马。电视歌仔戏的发展也迎向黄金时代。1981年，电视台特别将杨丽花3个字加入台视歌仔戏团的团名，把歌仔戏品牌化，它的名字就是活招牌。80年代的杨丽花歌仔戏收视率破40%是家常便饭，播出时段更从午间改在晚间6点半播出，因而有加崩配歌戏的说法。保留这款忠孝节义的物件，歌戏拢是演这，看歌戏袂学歹咧。1988年，他的电视事业更站上高峰。王文英与竹鲁马为杨丽花歌仔戏团获得第1座金钟奖传统戏剧节目奖。2003年制播的《君臣情深》再度敲响金钟。杨团长塑造了电视里面的一个歌仔戏的小生影响到不只是电视观众。你知道台视的歌仔戏当时一播出，民间的所有剧团都要模仿。以为做错付出分，伊却倒来又温温。1994年，歌仔戏首登黄金8点档，《新洛神》不止打破收视习惯，女主角也从永远的娘子许秀年换成香港来的冯宝宝。伊有学乐器，伊乐器也有学，伊身段真水。警察袂晓讲台语，台语咱用个配音嘛，你无看伊甲咱演起来，另外一种创新。杨丽花大胆用人，创新不设限，她更陆续招募新血，其中被誉为杨丽花接班人的就是她。这个看这个袖子也知道是洛神啊，因为那个朝代嘛，对不对？
来到台式服装间，陈雅兰拿起恩师的戏服，细数一针一线，如何织就电视歌仔戏的职人精神。其实我们一套衣服可以穿几十年，因为我们很会保养。像我们其实穿上戏服就不准吃饭，不准上厕所，然后不准席地而坐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定妆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应该你们讲，好可怕，战战兢兢的。我跟你讲，好惨烈。有可能这一片拿来这边，这一片拿来那边。哎，可是他们这样子改一改，真的是加分。2019年台视播出的电视歌仔戏《忠孝节义》，睽违16年，再度将电视歌仔戏推上8点档，同时挑战观众的眼球革命。我不知道他是带着一个使命感，或者他自己有一个天命，他一直在翻转歌仔戏。歌仔戏就是歌为主，要唱，要有身段，不能太离谱啊，太创新了。怕观众也不能接受，所以咱就安尼有心有故，应该是观众的心态。今仔日看，明仔载无看，袂使。台视60年，由杨丽花担任艺术总监，陈雅兰制作的大戏《嘉庆君游台湾》，第1集就使用300多颗特效镜头，其中最大亮点就是嘉庆君横渡黑水沟的这艘大船。最难的是那个船渡，它有弧度的，我就用我们的甲板下去锯一条一条，把它围上起来，看起来他说很像。台视幕后工作人员总动员，一片一片将长75尺、宽24尺以及高9尺的木质大船拼装起来。目前幕后团队合作。即卖制作甲古早嘛拢总无共款，所以你要搁看新的歌是真困难。伫咱台湾，这个歌戏袂用的无的，这个歌戏正讲是咱的传统。忠孝节义没有，我们的教育就没有。台视60年始终如一，为传统文化艺术肩负使命，为台湾文化命脉注入新活水。